今日帶大家嚟到工廠介紹一下我哋香港定製家私主要有邊幾大類嘅板材呢？首先第一個就係主流嘅板材，生態板又叫多層實木夾板，佢最大嘅優點就係可以耐磨防潮，而且環保，甲醛等級係可以達到 ENF 級嘅。咁我哋嘅生態板呢，就可以用喺屋企嘅，例如床櫃啦、廳櫃啦，咁絕對都冇問題嘅。好似呢一組櫃就係用生態板嚟做出嚟噶啦，包括佢嘅櫃門啦、內籠啦，都可以用生態板，用唔同嘅顏色進行搭配噶。第二樣大家選擇比較多嘅就係呢種勾鬆板，咁勾鬆板咧，佢係由高纖維板咧加膠水黏合而成，咁佢可以用到膚感、高光呢啲特殊效果嘅時候，就會用到呢一類嘅板材啦。咁需要注意嘅呢一類板材咧，淨係可以用喺櫃門嘅啫，內籠都係應該要選擇我哋嘅生態板係比較好嘅。譬如話呢個客戶啦，佢就希望嗰個櫃面咧係有一啲高光嘅質感嘅，咁咧就要用到我哋頭先講嘅勾鬆板啦。櫃體咧一樣都係可以用生態板嚟做嘅，咁樣呢個櫃就做好噶啦。揀完板材，咁我哋當然要搭配埋先進嘅 PUR 封邊技術，採用環保膠水一次成型，保證甲醛含量降到最低。香港定製家私嘅板材大致就分呢幾類啦。如果你都想進一步了解定製家私嘅問題，快啲嚟我展廳啦，我逐樣介紹俾你聽啊！